我真倒了！你们都下去吧，这要亲自罚。这。皇上，您真的要打奴婢啊？不然呢？这次要是再不罚你的话，你都要上房揭瓦了。君无戏言，这是你自己说过的。过来，趴下。好吧，不就挨几下板子吗？打就打。皇上，要不然咱俩商量一下呗？您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，假打行吗？你刚才那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英雄气概哪儿去了？不如啊，你给朕认个错，跟朕重新续个大桥，让朕做老大，你做小弟，那朕就饶了你。不行，我从小都是老小，好不容易捞个老大当，士可杀不可辱，打吧。行，那你就好好忍着，别鬼哭狼嚎的啊！绝对不出一声。我真倒了！啊！我说呢，平日里你蹭回点皮就哼哼唧唧的，今天像换了个人似的。原来有这个东西！还给我！什么东西？大清哪条律法规定了，奴才被打的时候，屁股里就不能垫垫子？还给我！你趴下，板子还没打呢。皇上，您难道真的要打奴婢40大板吗？皇上，您看您这板子这么大，你要是真在我屁股上打，那我屁股不得开花了？能不能打个折呀？半折、对折，20下。不行，40大板一下都少不了。那要不然就4折15下。你的算术先生是被你活活气死的吧？4折16。皇上英明，16下，那我们就决定了，就打我16下。谢谢皇上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想给朕下套啊？我告诉你，40大板一下都少不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您看是这样的，如果硬打我40大板都打在屁股上，我是个女孩啊，半个月都起不来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多难看。要不然换个地方打。也是，真把你屁股打坏了，你这半个月下不了床，朕这也没人伺候。行，你先起来吧。谢皇上开恩。这个屁股打不了，手总打得了吧？把手伸出来。皇上，你干嘛呀？又要打我呀？行了，别废话，把手伸出来。我不。右手要做事，左手，快！疼死我了！你可是真英雄啊，这声音都传到紫禁城外面去了。奴婢是假英雄，真怂包。如果皇上行的话，你试试，你不叫我就服你。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朕顶嘴？之前皇上说刘德昭是世界上最坏的男人，
我看皇上还不如他呢。刘德昌虽然欺上瞒下、贪赃枉法，但他对自己的女人从来不打，他对他女人很好的。你又不是朕的女人，为什么这样护着你？还是说，你愿意做朕的女人？说呀，说你愿意做朕的女人。皇上还是继续打吧，奴婢绝对不出一声。要哭就哭出来，别憋着，装什么英雄？奴婢不想装英雄，奴婢只是装不了皇上的女人。皇上，您这是不打了呀，还是改日再打呀？把手伸出来，给朕看看。怎么这么娇气？才打了几下就变成这个样子。或者你试试，也疼。老大，不是朕想打你。朕如果这次不罚你的话，朕怕你将来越来越无法无天。真要做出什么事情，连朕都保不了你的时候，那朕就真的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可能这次真的是打中了。都疼死了。好了，老大，别哭了，你哭起来的样子真是丑极了。还丑呢，我现在连脸都没有了。你把我手打成这么肿，我以后怎么见人啊？你赔我，你赔我！好了好了，打几下手也哭，这个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会把朕的龙袍当抹布。行了，别哭了，你还真赖上朕了。打了人就想跑啊？去给你拿药啊。把手伸出来。还疼吗，老大？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我看你长得丑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好疼。老大就是打了几下手板，朕的心里有数，别撒娇了啊！不是手疼，是头好疼。哎，老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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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医，快传太医！听说这病非常罕见，骨头上少一点。一会怎么还醒不过来啊？是姑娘，这头疼的毛病，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顽疾。
为人无能啊！一群没用的东西！朕就问你，他这个病严不严重？朕要听实话。此病十分罕见，只有古医书上有记载。若是易欢姑娘能醒过来，便能逢凶化吉。听你这个意思，他还有醒不过来的可能。过了今晚，如果明天易欢姑娘还没醒，恐怕就怎么样？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让你们太医院去会诊！你们听好了，他今天要是出什么事，你们这帮人一个都活不了！滚！这药呢？还没煎好啊！快，给他喂上。快，欢儿，这药再也不冲你发脾气了啊！哎呀，师叔姑娘根本就没办法吞药。喂，接着喂！哎呀！喝呀！行了，走，不要给我。是。欢儿，来，喝点药好不好？来，欢儿。老大，别睡了，好。其实朕知道，你不醒过来，定是因为你觉得朕还要罚你，对吗？说实话，刚知道你矫诏的时候，朕的心里真的非常生气。朕气的不是因为你放过了刘德昭的家人，是因为之前鳌拜他也总是矫诏，他一直把朕当成一个傀儡皇帝，所以自从朕亲政以后，绝对不再允许任何人挑战朕的皇权。刚知道你矫诏的时候，朕的心里边满是怒火。但是现在，只剩下担心，甚至是害怕。你知道吗？朕自8岁登基以来，经历过无数的危险，哪怕在擒拿鳌拜的时候都没有真正的害怕过。但是这一次，朕真的怕了。真的不能没有。要是没了你的话，朕只是一个帝王，只是一个孤家寡人。但是有你在，朕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，是一个完整的人。老大，朕是天子，朕的话是金口玉言。现在就赦了你过往所有的罪，只要你醒来，只要你醒。你醒醒，别睡。能否带他伤的心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回忆中
病起来吧，简直要人命。我爹呢，从小给我找了好多郎中，所有郎中都说无药可治，只有一个郎中说可以治，但是他说的是个偏方，而且这个药引实在太难弄了。什么药引这么难找？你告诉这，朕给你找。这个药引就是龙珠。龙珠？什么是龙珠？就是皇上的眼泪啊，就是您的眼泪。献上我纯真的祝福，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般诗的光速，绽放般诗的光速。龙小弟，老大，你终于醒了，这不是在做梦吧？扶我起来。龙小弟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你是不是一晚上没睡，一直坐那儿守着我呀？你还说呢，这都差点被你吓死了。太医说了，今天你要是醒不过来的话，可能就永远都醒不过来了。咱们可是对着月亮发过誓的，说要同生共死。你要活不下去不打紧，你要是朕也活不下去啊。所以，你真的一晚上没睡啊？又不是第一次，朕呢，上辈子一定是欠了你很多钱。说吧，你要怎么报答朕啊？要不然以身相许吧。那朕就勉强收了你吧。哎，什么以身相许啊？要不是你打我，我也不可能旧病复发。你居然敢狡诈，朕还不能打你一下啊？好疼呀！疼？宣太医，快宣太医！宣什么太医啊？不是这儿疼，是这儿疼。手怎么红成这样子呀？朕给你吹吹。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纸老虎啊，这么不经打，朕就换个法子来惩罚你。其实小的时候，我偷懒不肯学习，师傅跟爹就是这样罚我的。但我基本上都是1哭2闹3上吊，就躲过去了。也就是说，朕这一次也是差点上了你的当。哼，怪不得你的技艺杂而不精，跟你哥哥比起来差远了。在家有猪哥哥，在外有龙小弟，我干嘛还要学啊？老大，你终于活蹦乱跳，又可以跟朕顶嘴抬杠，真好。猪哥哥，对不起，我是下了决心不要再理龙小弟的，可是我身不由己啊。天都快亮了，义父跟武师傅怎么还没回来？大师兄，
秦氏执意要等大师傅和五师傅回来才肯说出内奸是谁。会不会他想指认的凶手就是五师傅？混账！不许妄言！叶师弟不必着急，过不了多久，真相自然就大白了。太子，秦明突然发起了攻击，我虽然在外面布置了很多计划，但是他们人实在太多了，我怕防不住。上面！给我上！你哪有这么跑？大师兄，吴三桂这次偷袭好生蹊跷，他明知道偷袭我们一定会危及秦氏和他儿子的性命，为什么还发动这次偷袭？糟了，我们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。回去看看。他是中了呆若木鸡散。吴三桂果然是在调虎离山，他假装发起进攻，把我们引出枪房，好方便那个内奸杀人灭口。如此说来，
定是那内奸透露信息给吴三桂，吴三桂才发现了偷袭，配合内奸行动。昨夜在王府遇险之时，吴三桂曾狠心想杀了王妃，后来吴应奇成了我们的人质，吴三桂才放我们走。看来吴三桂心中，女人终究比不过儿子，所以那个内奸不敢动吴应奇，只敢杀了王妃灭口。可是，是谁有机会可以向吴三桂通风报信，又可以对王妃痛下杀手？当时，清兵从四面八方扑来，大伙都在奋力抗敌，没有人顾及到其他人的行踪。你现在至少舌头能动了，快说，内奸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爹，吴应奇他很爱他娘亲，若他真知道内奸是谁，肯定恨不得亲手杀了他。内奸把你娘给杀了，你娘为了保护你，给灭口了，你还袒护那个内奸？难道你像你爹那样冷血无情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当时我娘给了我一杯水，我喝完之后就全身无法动弹。由于我臀部有伤，所以只能侧卧背对着我娘。然后我就听见外面有嘈杂声，好像是厮杀声。接着房顶上就有声响了，好像是有一个人跳下来了。之后我娘就趴在我身上，我想问也问不出来。然而我的身体又动弹不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谁。刚才清兵偷袭的时候，大家都出去御敌，我因为腿上有伤，所以只能留下来守护他们母子。我当时也听到屋顶上有响动，但是却无法分身进屋查看。想来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内奸由屋顶进入，杀了王妃。这个内奸为了方便行动，不想让吴应奇认出他是谁，所以先在秦氏的水中下了呆若木鸡散。此前呆若木鸡散的解药已经泄露，这就再次证明，这个内奸是我们最亲近、最可信的人，也就在我们这几个人之中。大家不用猜了，这个人一定是唐一手。第一，他与晋王一同出去勘察敌情，是有机会向吴三桂通风报信的，让吴三桂偷袭咱们，然后来掩护他杀王妃灭口的行动。第二，他有机会拿到呆若木鸡散的毒药和解药。第三，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奋力厮杀，只有他不见了，所以他一定是杀人灭口之后就逃回吴三桂的身边了。若真是武师傅杀了王妃，灭口成功的话，又为何要逃走呢？这样不是反而暴露身份了吗？如果不是唐一手的话，那为什么他会不见了呢？对啊，武师傅人呢？你们谁看到武师傅了吗？难道这内奸真是武师傅？可我觉得武师傅不像内奸。那你觉得我们几个中间谁像内奸？内奸的脸上又没有写字，何以是的？我也不想怀疑是他，可是偏偏他不见了，我也不得不怀疑是他了。不，内奸不可能是武师傅。为什么？你那么相信他？老五，武师傅，这是我和义父，还有武师傅，为了查出内奸而设下的引蛇出洞之计。太子，所有人都盘问完了，还是没有查出谁是内奸，你看看如何是好？
义父，我有一计，可以引得内奸现身，但是需要武师傅配合。何计？义父，你看，若让武师傅假扮秦氏，足可以以假乱真。我们不妨让他跟秦氏互相易容，互换身份，然后你们进来的时候，你们看到的王妃就已经是武师傅假扮的了。当时王妃为了保护吴应琪，也答应配合。只是她虽然假扮成了武师傅的模样，言谈举止还是容易露出破绽，所以义父才借口要出去勘察敌情，把王妃带出了大殿。大家也都累了，都休息吧。我跟五妹也去查探一下吴三桂的动静。五妹，走。难怪刚才王妃死的时候，吴应琪一点都不伤心，连一滴眼泪都不掉。大师兄，难怪你当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原来是为了引出内奸而设的计谋。我收回刚才对你说的那些话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小师妹，你我本是兄妹，不必说这些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我的计谋竟然害得吴师傅丧命。大师兄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我们大家谁也不会想到，吴师傅竟然中了呆若木鸡散，以至于连还手的能力都丧失了。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。内奸要对付秦氏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难道还用得着下呆若木鸡散吗？难道那个内奸已经识破了我们的计划，知道秦氏就是唐一手所假扮的？那他就应该静观其变，为何还冒险杀了唐一手呢？有这个可能，只是现在不仅没有查出内奸是谁，还害得吴师傅无辜丧了命。靖王，那现在我娘身在何处啊？娘，晴儿，诺小弟，我能不能不吃药了？你看我好了，真的好了。不行，这是圣旨。可是我哥说这种药根本没用嘛，我的病喝这种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谁说没用的啊？昨儿夜里要不是朕口对着口帮你渡药，只怕你今儿就醒不过来了。口对着口。那也就是说，你昨天哭了？啊？你不是很难动情的吗？你最近怎么这么容易哭了？朕没哭，谁说取龙珠就一定要哭的？这你自己也说过呀，一碗辣椒汤足矣啊。哦，罗小弟，你放心吧，这碗药我一定会好好喝的。不过在喝之前，我要一碟蜜饯，一碟枣糕，一碟桃酥，再来一碗糖蒸乳酪。不是，老大，你这病刚好，吃这么多行吗？你可以怀疑我的任何一项技能，唯独不能怀疑我的吃过。也是啊，
朕的这些后宫女人里边，别人都是吃了几口就饱，你呀是吃饱了还能再吃几口。这样，去传1碟桃酥，1碟枣糕，1碟蜜饯，还有1碗糖蒸乳酪。这多吃点。谢谢龙小弟。你要实在吃不下，要不然我再一口一口的喂你啊。听不到，听不到。